既然五角乡农会为着要提升有机月光米的品质，去年开始和清华大学合作，研发 AI 设备监测水产的湿度、温度甲土壤 pH 值，要来解决农村欠卡手的问题，嘛要提升月光米的品牌价值。伫产林安自动摄影机，甲监测的设备插落土坝内底，这时甲监测到的数据甲产林的画面，传去农民的电脑甲手机啊，随时掌控水产的情形。五角乡公所为着提升有机月光米的品质，这几年甲清华大学合作，研发 AI 的设备，监测差不多2公顷的水产。它就是我们会在后台在云端里面设定好它的巡航的角度，然后并且就是它会定时每个小时的时间，还会去巡田。随着时代进步因为一些老人家已经都过往了，都换年轻一辈来经营农业，势必以后这个农业一定要走上这一块啦，因为人手不足啦。这几年农村的人力老化，农民嘛真欢喜看到运用 AI 设备，希望以上少的人力有上大的农业价值。AI 设备会当透过监测水产的湿度、温度、甲土壤 pH 值等数据，通知农民当时爱种植、野肥甲收成。清华大学研究团队讲，水产的管理愈精准，月光米就愈好食。那产量我们没有办法跟西部的稻田比，可是我们希望质量可以拼这样子可以领先这样，所以这整个用 AI 智慧稻田的目的都是说可以做比较详细的分析。宜兰的米一年干那一期，产量比西部少，透过提升米的品质，加上牌子的行销，农民唔有更较好的收入，卖当协助因应对气候的变迁。研究团队讲，除了半导体，农业更较需要 AI 科技的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